观众，你敢会爱食韭菜水饺？来看这韭菜水饺正港啊，因为你加开内底除了韭菜无肉，这是高雄凤山的水饺店所卖10粒韭菜水饺无肉70块啦。即摆有民众来食，感觉讲啊拢无肉呢，啊一粒佫卖7块，这价钱敢会淡薄仔悬。你其他所在有韭菜佫有肉呢，但是你若是爱食韭菜，其实你应该是感觉安尼是赚着。头家有解说哦，伊讲伊菜单顶头有写哦，韭菜水饺有分有肉甲无肉，你着爱看好详细。民众叫10粒韭菜水饺，食落去拢是韭菜香，毋过斟酌看竟然无肉，安尼爱70。进前度消费者食到这种无包白的韭菜水饺，算算的一粒7块，感觉真贵。要看它吃起来的感觉了，应该就好像素食的感觉一样啊，没有味道，确实有一点点高。应该放一些会比较香吧。引发讨论的，就伫咧高雄凤山的这间水饺店，原来业者是郭南笑，因为家己爱食无肉的韭菜水饺，所以才无包肉。伫咧菜单嘛拢有写清楚有肉还是无肉。我们会注明是有没有肉跟有肉，我们都有注明在菜单上面。因为有很多客人他不是肉。不吃肉，不吃肉，所以跟我们每一样菜里面都会有肉，只有玉米浓汤跟韭菜是没有肉的。我们有跟客人解释说，因为我们韭菜是纯吃素菜这样子，没有肉。不过一粒水饺算7块，敢有贵。另外一间水饺店韭菜水饺嘛是现包现煮，无共款的是，这间有包猪肉，共款卖7块。水饺跟肉1比1左右啦，有时候如果不均匀的话会有。另外，这一间连锁煎饺店韭菜水饺，内底嘛有包猪肉，一粒嘛是7块。同款的介绍，有包肉，有赞数。民众普遍认为有肉介绍较合理，大人想话无共款。不过点餐点进前，若是有基本，会当甲头家问一下，较袂食甲心情歹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